自我實現100日挑戰第76日。今日我自我實現我係一個藍色嘅壽司耶！我今日我自我呢隻係咩餸？我今日我自我實現一個咧，就係吞拿魚嘅藍色樹啦。吞拿魚咪藍色㗎？咩啊？吞拿魚係藍色咩？唔係，魷魚啦。跟住咧，我咧俾你食啊，媽咪。俾你食個魷魚。我食翻。我自我實現啦，有啊。今日我有好早起身照顧屋企，然後照顧自己，搵人照顧埋我。然後阿仔係同婆婆一齊出門返學嘅。我自我實現好搞笑。然後我有同婆婆一齊做工廠女工，一齊做嘢，一齊有伴做嘢，特別精彩，特別開心，特別開朗。然後再然後準時接放學，同好多好朋友遇見，一齊玩，好逼啊呢個。然後翻嚟就有做咗咩啊？翻嚟同埋一齊玩。係啊，同阿仔一齊玩，一齊食，一齊開開心心。同阿仔玩遊戲，一齊做角色扮演，自我實現。啊，仲有收到禮物，收到婆婆嘅禮物，收到爸 B 嘅禮物，收到阿仔嘅禮物。自我實現，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神奇。如果中意就 like、share 同留言啦。拜拜。